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2019年高雄客家南山集体婚礼，11月2号将在高雄市新客家文化园区举行。今年我们将邀请50对新人参加，不分年龄、国籍、性别，真心相爱莫等待，欢迎踊跃报名参加。我们将为你打造传统的古礼及时尚美学的婚礼，在浪漫的花束下，用真心与感动见证新年的幸福与爱情。